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界，我是下面张伟明来关心着武汉肺炎伫台湾佫出现着本土案例。咱讲今日是新增加2例这个境外移入吼，上重要就是咱讲的这个本土案例这个部分啦吼。那么看到讲这是头一个伫台湾出现着武汉肺炎以来啦吼，咱看到讲哦，这是医师治病头一个，咱讲哦可能是咧帮这个病人哦插管的这个时阵来去做一寡这个接触吼，技术伊来治病吼，啊，甲伊带杠做伙吼，这个护理师的这女朋友嘛中标啦吼。但始终吼，都强调讲，这是院内感染吼，但是毋是院内群聚感染吼，所以是带工位的吼，这个查某朋友吼来吼上连续来确诊吼，因嘛进一步来去检测讲吼，这2个医护人员吼，正如党吼本地这个是本土案例，因讲这个 CT 的这个数值哦是15至19吼，咱讲吼这个 CT 数值若是低过27吼，都要来进一步检测讲，敢是这个病毒的这个变异株啦吼，大家嘛是真关心啦吼，但是咱嘛讲吼，哇，这回出现着这个院内这个感染嘛，敢着爱来像过去这个和平病院呢，封院这个部分。咱看讲，但是中部长讲，即阵无即站考量吼，因为讲吼，这个病院内底，因为是专职的这个病院啊，所以过去拢有分仓分流，这拢是管控甲真好势啦吼。而且呢，第一时间嘛大规模先来采检，460几个人吼，全部拢是这个阴性。不过咱讲这个病毒都要检测，差不多爱2礼拜这个时间吼，所以相对这个措施有啥物，咱先带观众朋友做来看吼。所以吼，甲接触的人吼，拢去做吼徛家隔离的这个人吼，39名这个护理人员吼，另外病人吼会当出去，袂当搁入来这间病院啦吼。啊，另外咱讲吼，受伫这个病人的这个门急诊吼维持，但是取消所有你要去探病的这个部分吼，啊陪病的这个部分吼，限1个人啦吼，并且你来做这个实名制。另外，移动讲的这个相关病患及甲个人的这个病史隔离观察14天，啊专业的这个员工哦3天了后，搁安排一个采检吼，特别确保讲吼，伫咧院内就防治这个部分就好啊，莫搁拖出去这个社区。但是咱嘛讲到有3个地点，爱提醒这个乡亲好朋友做伙来去注意吼。若是伫桃园，伫咧1月初8甲初9即卡刀啦吼，咱看到讲吼，你若去这个shopping mall 内底啦，搁有 Starbucks 桃园店啦吼，国际门市啦吼，也是讲你去这间五金行吼，等等的，你拢爱去特别注意吼。透过今日节目，咱就做伙来看这个病毒的本土案例。先来邀请3位来宾，第一位来宾邀请仁济院附设病院院长李良庭。来宾好，大家好。院长你好。第二位来宾邀请真和平病院急诊室主任张如泰。主持人好，大家好。第三位来宾邀请中华民国基层医疗协会理事长林应元。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是啊，大家拢嘛真关心吼，这陈时中部长伫下晡记者会讲到啥物？咱讲吼，这个接触这病患啦吼，咱讲吼真正是重症的这个部分。咱讲这个医师吼，伫遮吼嘛是尽心尽力吼，来去做一个医护工作，无小心来治疗病吼。啊，另外嘛传吼这个咱讲吼，伊的这个女朋友先听陈时中部长安怎讲。一位是医师，哈，一位是这医师。那因为好，大家进去哈，我们的隔离的病房哈，隔离负压病房，好，替原来 COVID-19 确诊者，好，在医疗中的确诊者，好，那因为状况比较严重，所以进去插管，好，曾经有这样的一个状况。那然后在1月8号，好，从回顾起来，他觉得有一点点的症状。那到1月10号，觉得身体不舒服，所以就报告医院，然后采检确诊。那是838哈，那839哈是护理师，哈是护理师。那不过呢，他们基本上在判定上应该不是在工作上面的染疫哈，应该是他们算是密切的接触者，好，他是他的女朋友，好，所以在这里面。好，大概是在社区，这里面有2个案例，一个是在医院的一个医院感染，那一个是在社区的感染。好，那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哈。我们在里面采检了464人，好，总共采检了464人，那全部都是阴性。那838的哈，因为它早一点，所以它调查的哈相对比较完整哈。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是1月8日到9日。好，这里面跟社区有接触的大概有3个地点：大江购物中心、星巴克国际门市、那正宇五金行、桃园国际店。
是咱看到吼，第一时间其实大规模来去做采检，但是嘛有媒体问到吼，为什么长伫咧这个部分吼，无第一时间就来去公布？所以吼，可能是倒一间这个病院吼，因为吼嘛可能会造成着这个惊吓啦吼。但是部长是回应讲吼，其实第一个时间就是要好好来去甲这个院内这部分调查好清楚、理好清楚啦吼。啊嘛讲吼，即阵无要做咱讲的这个封院的这个拍算，安尼做法吼，甲过去这个咱讲。2003年 SARS 的时阵吼，有真大即个无共款吼。首先，咱先请教即个院长啦吼，咱来看讲吼，这回即个措施啦吼，这回咱讲吼，无要封院吼，即个拍算，甲过去2003年的时阵，咱已经学到经验嘛，咱这回是分仓分流啦吼。你来看这回即个即个指挥中心的即个案算咧。目前是因为知影是啥物人传染互伊的，而且。迄个个案数无真多啦，吼，所以看起来群聚感染的机会较少，所以但部长安尼指挥官安尼做是应该是可以啦，但是如果若真正发现讲，这7天内底愈来愈侪，是讲还阁有其他的人发现，唔知来源的感染，我是相信应该做防疫的动作。是。目前分仓分流应该就够了啦。目前是分仓分流的这个部分哈，所以咱讲吼，因为过去的这个经验，咱嘛学到一寡啦吼。过去咱讲吼，这个2003年迄当阵，这个插管是伫咧一般病房吼，风险其实介大吼。你伫一般病房内底，你无这个负压的这个措施等等的，这个病毒吼是传规的这个院区啦吼。但是咱嘛讲第一时间其实因嘛做一寡这个病院的这个消毒吼，甲规站吼，咱讲这个病院吼病房然后拢甲伊封起来吼，但是这个楼层然后无全部拢甲伊封起来。咱其实阁有请教到这个郑和平病院的这个急诊室主任吼，卢台医师今日来甲现场，然后要分享着过去2003年当中，其实和平病院完全毋是甲今仔日即回吼，咱讲处理的方式共款吼，甲帮观众朋友来回顾吼，过去迄个时阵，甲即个时阵这做法比较一下。那17年前吼。咱这个和平病院发生这个本土的这个病人的病例的时，是因为迄当阵也唔知影讲咱有本土的病人啦吼，所以咧插管的时吼，因为伊迄个忽然间吼，迄个喘袂过来吼，呼吸有困难的时，咱的值班的医师伊就去遐插管，伊是咧普通病房内底啦，2个人一间的普通病房。所以伊咧插管的时候，可能经验较无够吼，所以失败几若解，所以迄个病人就迄个迄个咳嗽，嗽甲迄病毒就迄个传出去，所以迄当阵发生即个代志了后，忽然间大家拢着病，才知影讲这是咱本土的一个病案例啦吼。即届这因为咱17年来拢有这个经验伫，有做迄个这个演练吼，这个训练吼，所以即届咱阁是第一关迄个这个隔离迄个隔离病房内底咧迄个插管，所以完全无共款。隔离病房内底咧插管的时吼，其实伊袂传病毒袂传出去啦吼。大家也免惊讲伊会造成像17年前迄款情形是无可能啦吼。除非即个专职的即个病院吼，伊即方面可能咧管理上若有疏失，才有缺点的时，才有可能啊。若无是无可能会传出去。结果是本人的，本人为虾米会去传呢？就这嘛是爱检讨啦吼，因为伊穿的迄款个个人的迄防护衣的吼，基本上应该是袂啦，吼，伊只是插管的时阵较歹插尔，但是即届这可能吼嘛是爱小思考讲，为虾米会个去传染着、感染着？这我看咱嘛是爱做一下检讨，互后摆的人袂个去。发生这款代志啊。有影啦吼，其实咱嘛看到讲吼，这回这个案例啦吼，咱讲吼，伫咧这个病院吼，可能无真大规模的这个
群聚感染伫的，但是爱注意的时阵吼，是咱讲看到这个案例是838甲839吼，因两个吼是这个男女朋友这个关系，然后其实咱讲医师治着病啊吼，真正唔甘啦吼，但是咱讲吼，尾去佫看吼，这个护理师是这个查某朋友啦吼，唔是伫咧这个院内感染，但是伫咧这个中间内底吼，因其实有行达出去这个社区啦吼，所以社区咱头嘛讲过有3个这个地区啦，拢爱特别来去做一寡吼消毒也好，也是讲爱特别来去邀请这个观众朋友，也是讲吼有行到遐过，伫咧迄个时间啦吼，真正爱特别注意的吼，这个部分咱佫继续请教这个林医师啦吼，安怎来看这件代志？咱讲吼，除了咱讲吼，这个病内，咱讲病院内吼，这个院内感染有，但是尾去佫探入去这个社区，安怎去看这个医护人员吼，佫要入去社区这个部分呢？较早我会记较早SARS迄阵吼，真侪医护人员哦，要去什么所在，人拢不爱互你入的。OK。例如当你厝里，你有厝边隔壁人，都惊你惊到要死。但是这回较无遐严重啦，因为毕竟了这个武汉肺炎较毋是遐严重啦，当然医护人员也较捌啦，所以伊咧防护伊保护伊家己啊，伊较完全啦吼。目前咱是无讲医护人员就袂使去公共场所，无甲遐严重啦吼。但是因为这个医生已经诊断出来啊，所以伊过去行大过的所在，拢爱小心啊，尤其是这几工内面行过的所在。所以像这个大卖场啦，遐一寡迄个餐厅啦，什么货迄个拢爱注意，爱个清洁，爱个消毒过，就是安尼嘛。因为这个病毒，伊若看你遐，伊若讲走去遐，万一伫遐有小可有扫。甚至讲有扫了，伊手搁去摸伊的喙啦，啥搁摸其他的物件，四界物件摸摸，迄病毒毋是马上就死啊，可能会几啊工较死啊。所以伫即个期间内面，你若行到过迄个所在啦，伊若万一伊也手也摸来摸去，搁摸入伊的喙啦、伊的鼻、伊目睭去，伊嘛是会传染着。是。所以是安怎即几个大卖场啦，甲一寡迄个公共场拢爱消毒，就是安尼来吼。当然，这个案例讲实，这虽然毋是讲群聚的迄个感染，但是是个院内的感染。就是讲医生讲实嘛真可怜啊！我讲实，伊吼做久吼，你做100摆成功，有当时有一遍咧失败啦。你虽然讲你有穿足侪服装，迄个防疫的服装，你有啥物 N95的啥物迄个喙暗，你有啥物面罩。但是你总是有当时啊，无小心的所在，有当时你出这个病房，你把你的衫拢脱开了，你咧手咧摸的的迄阵，你手无完全消毒，你搁把这病毒搁炸出去，嘛有可能啦。所以这真歹个，和平病迄阵是安怎遐严重，是因为咱唔知影讲这病人是一寡 SARS 的病人，你咧甲插讲迄阵，你就互传染着，迄风险足大的。这个案例佫无共款，这个案例是咱知影这个病人是重症是一个武汉肺炎的病人，是。所以理论上，你若知影伊是武汉肺炎病人，你的保护的措施会较严格一寡嘛。所以，但是安怎严格吼？因为可能这个嘛是大医师，可能经验嘛较无遐老练，吼。虽然有主治医师伫边仔咧甲看，但是我讲者。医生嘛是一个足风险足大的一个职业啦。你做久吼，总是会发生什么问题啦？是。较早我看阮的教授吼，伫鼻鼻喉科的病人死伫鼻喉科的病，伫腰子病人死伫腰子病，伫啥物病人拢死伫肝病人死伫肝病，足侪即个代志呢。因为你遮近距离咧治疗病人迄阵哦，难免互病人会传染着。所以医生是足风险足大的职业啦。我想。咱这政府哦，讲实在，即摆医生哦，有哪真可怜，薪水低，个风险个悬哦。咱的政府嘛爱小家咧，甲照顾一下。有一个哦，咱讲防疫的一寡奖金爱互伊啦。是。哦，像顶回迄个，你较早2003年迄个林崇威迄个医生，真可怜嘛是少年就翘去啊。迄嘛是真可怜的代志啊！你看一世人为了治一个病人，就无去啊。当然，这个武汉肺炎。好处就是讲，少年人得着较轻一点嘛。我希望讲，咱这个医生吼，虽然伊有得着，但是因为伊较少年，抵抗力会较好，是毋是会较轻？那安尼吼，
对伊也较交代过啦。是，有影吼，咱嘛看到讲吼，这回这个指挥中心是看到讲因这个 CT 的这个数值是15至19啦吼，咱嘛讲吼，这个指挥中心会搁去比对讲，到底是毋是进一步来去看讲，是毋是咱讲的这个病毒的这个变异株啦吼，非常的这个重要。尤其咱讲，伊搁是照顾这个重症的这个武汉肺炎致病的这个患者伫咧啦吼。但是咱头拄嘛讲到吼，这个亲像这个机能搁较慢吼，嘛有一个吼，这个空破啦吼，真正伫这个破口，咱安怎去甲围堵吼？其实嘛有人讲吼，伊这个医师吼，治病这个医师，其实伊咧插讲的时阵是另外一个麻醉科的这个医师啦吼，所以是虾米关键吼，四角插去，咱嘛有做一个报道吼，先做来看。救护车到病院的急诊室，所方临时通知讲，拜暗时6点以后，无要阁收急诊的患者，必须转去附近其他的病院，互家属感觉真无奈。因为病例都在这边啊，对，所以现在这边啦，现在他说不收，还知道不收的，他不收啊，对啊，现在不收只能转出去了。唔那停止收急诊患者，就连带伊当中的部分患者，嘛向要求转院。外界团讲，已经伫咧北部专门收新冠肺炎的大型病院，若像发生意外感染，真有可能是医师去感染到新冠肺炎。针对这件代志，有医师要讲，上有可能是手术的时阵去互围着，因为开刀是侵入性的治疗，面对确诊患者也是技术病例，若是第一线医护人员全套防护装备无够完整，传染风险就会较高。因为全套设备加上护目镜，会影响你的手术视野，你眼睛根本看不清楚要开的刀，所以这个也没办法做到。所以手术房呢，或者其他的要做一些侵入型治疗的时候，防护人做的配备呢，是会比较差，所以有比较高的感染风险是没错。针对这件代志，病院无愿意证实，嘛无愿意接受访问，敢若强调讲目前门诊照常看，嘛无希望造成民众惊吓。记者综合报道。所以咱看到讲吼，其实这个影片内底有讲到吼，这个咱穿这个防护衣还是挂这个目镜吼，其实这个咱去看的时阵，嘛真正看袂清楚啦吼。其实这临床上的这个实验，这个部分吼，爱问两位这个医师吼，佫较准啦吼。其实咱佫请教院长啦吼，安尼这个部分，其实咱头段嘛讲到，防护衣已经穿落啦吼，衫穿好势，这个目镜嘛挂好势吼，嘛是佫会有这个四角擦的这个所在吼，爱佫啥物注意的这个部分无？阮差不多定期拢有咧。来咧，迄个试穿即个防护衣吼，大概穿甲烫吼，如果用标准的步骤来做，起码来5到10分钟。5至10分钟哦。有的人可能若行安尼，较毋是讲拖懒啦，就是讲迄个停数，无讲这真水的话吼，就看紧时间，有当时会部分的迄个会丰富。包括讲你咧。拄啊讲插讲嘛吼，插了可能有一寡迄个病毒迄个接触到你的身躯甲防护衣嘛。你咧烫的时阵，你若无注意程序又不对，有当时手可以摸着，嘛会去引起感染啦。毋是讲伫迄个做的过程中会引起感染，所以拄啊讲的无毋对啦。你要手术中间你无可能去做一个木栅讲搭掉咧，互你目睭会当莫去传染着。即种的机会当然是有啦，但是可能我想无一定是这个过程对的，是烫衫还是什么的时阵去钓着的。有影啦吼。继续佫请教这个主任吼，安怎看这回这个部分吼，就是讲伫咧隔离室内底吼，佫去治病。我感觉就是经验无够啦吼。头拄仔咱院长嘛有讲过，就是讲伊烫的时阵。烫这个防护衣的时阵，伊是毋是足小心落去烫？基本上咧训练的时候，穿是较简单，烫的时阵是足复杂。OK， 你若无照迄个程序落去烫的时阵吼，烫这个衫的时候，污染过、迄个感染过这个衫的时阵，不管是拢会去有迄个危险性的。个，阮若后面。病院当中咧训练的时候，你出来的时候进前一定要洗一解身躯。OK。洗身躯洗好，你换清气的衫了，你才会使过去换你的便服。所以这个程序足侪啦，足侪关你爱过。你若省一关过向无要紧，你就会可能像这个安尼去丢。有影啦，所以咱看到非常的这个注意吼，咱嘛看到讲，头拄一直讲咧 ，CT 的这个数字是15至19，表示伊这个病毒量还佫真悬吼。所以咱嘛讲吼，真正虽然咱讲全这个院的这个部分吼，大规模来去做采检，但是这个黄金的这个时间要有2礼拜，爱好好去观察。继续，咱讲请教这个医师啦吼，病毒量还佫真济哦。
就是讲，普通来讲，你若互传染着，你毋是马上就发病啊。你有当时啊，2礼拜后较发病都有可能啊。虽然大部分的人发病拢是差不多5天到7天，即内面就发病。所以即摆采检讲，伊还没接触的人拢无。毋是讲表示将来伊即几工了拢无哦。有可能即个医护人员甲即个医生接触的人，还是讲伫病院工作人员，有可能伫即几工了，佮发生佮有嘛有可能啊。因为即个病人病毒咧，伊15至19。15表示讲，即个医生的体内病毒足悬的哦，所以你若病毒愈悬，你的传染性是愈悬哦。所以你若含即个医生伫即几工内没接触过的人，真有可能会互传染病，因为武汉肺炎即个病毒吼，讲实在，伊传染性足悬，虽然伊的严重性无像 SARS 遐悬，但是伊传染性无输迄 SARS 哦。所以即个咱来经过差不多2礼拜的考验，才会当了解讲。咱是毋是有迄个军事的、迄个军族的、迄个传染？传染，迄当阵才讲会准啦。对啦，目前讲2个人吼，啊伤早啦。OK。你是毋知明仔载后日，佫毋知几个人佫来佫钓着，嘛是真有可能啊。所以即阵讲，即个3工了后，过来佫做一届采检啦吼。可能毋是干那3工了，佫做一摆，3工了佫过来佫3个有可能，你可能爱验看。小连线爱用到222啦吼。咱之前有几个吼，14工。已经伫迄个检疫14天了，无病毒啊，头期拢无哦，佮检嘛无病毒，佮落尾了佮检佮也有哦，所以也佮食病咧，我感觉也食病，也毋知影咧啦。有影吼，咱佮回顾即回即个本土案例吼，咱讲是3礼拜，咱讲假即个部分吼，咱佮来看吼，咱嘛讲吼，即回即个部分是即个1月初4的时阵，伊来去即个妇幼病房吼，来去做即个插管的即个部分吼，啊可能迄当阵就接触到，咱讲吼1月初8，咱讲即个医师吼开始有一寡即个家属也好，一寡镜头，啊初10的时阵才感觉吼，即个无爽快，才去采检。较紧啦吼，所以咱嘛看到讲吼，这是即回即个本土案例。另外咱嘛讲到，即个2020年12月2日，咱讲吼，计200多天吼无本土案例即个部分啦吼。所以咱嘛看到讲吼，这是纽西兰接的即个部分。另外咱讲吼，迄当阵是4月12了吼，咱讲吼。迄当阵是上尾一个即个本土案例啦吼，所以隔离遮久啊吼，咱嘛讲吼啊，因为过年是要到啊，所以咱讲有真侪即个措施啊，好好来办吼。但是嘛讲吼，过年是要到啊，有真侪即个台商要转来，啊因要转来要住倒位吼，咱讲吼即个交通部也好，还是讲即个指挥中心也好，其实拢有做一寡即个措施啦吼，就是讲你集中检疫即个人吼。一人你来带1户啦吼，啊，若是讲吼啊有一寡即个需求，你当去做一寡即个申请啊，先做来看。他的家人去住这个安心旅馆，那目前已经有6900间的房间，有11家很好的这些饭店都已经来参加，11家的饭店都是相当有名哈，那他们有一些优惠价格都低到2成。基隆市、台北市。跟新北市也是我们这一次新冠病毒的重灾区，所以呢，政府应该把钱花在刀口上。那么每一个人可以连续补助3天，每天1000元，也就是3000元。那么以5个家人来讲，就补助了1万5。希望政府赶快实施333方案。是咱看到讲吼，其实因应着吼，即个毋若是过去啦吼，是讲即阵出现即个本土案例，咱其实都因应讲啊，因为要过年啊，所以咱看到讲全球吼啊，当做台湾是上安全的即个国人朋友也是真济啦吼，所以赶要倒来啊，但是咧拢倒来时阵，即个检疫到底出问题无啦吼？有啥物通好建议？咱先请即个院长啦吼。所以咱讲吼，过年是台湾人吼，真正台湾是上安全的这个所在。但是这回佫逼这个本土案例，但是伫这进前，咱都爱做好所有这个防护啦吼。一人1户这个部分应该是无问题啦吼。但是咱讲吼，可能较欠缺的这个所在有无？这回当来过年，我相信会足侪人啊。虽然迄个中国的习近平是讲，各户外大家拢当地在地过年，我相信。咱台湾人的习惯毋是安尼啦，拢会倒来围炉较侪啦。是啊，所以我嘛希望讲，这会倒来的朋友吼，台商朋友还是伫遐咧做什么工作拢无要紧。你倒来，你要保护你厝内的人。是，千万都毋好讲吼，我一时舒服，我都人叫你讲你一人带一间，莫拍走。为着讲要甲你的足久无看到亲人接近，食饭讲话，煞来好负着，真有可能。
有这个机会破口，会引起咱在地传染，所以呼吁到大家较尊重这个咱指挥中心所交代的话，拢好好去做。你若这14天拢创甲好势好势，我相信剩的迄个7天的迄个自主管理应该还是可以，避免真侪人安尼去传染到咱台湾人。是，有影吼，咱阁先来看讲吼，这交通部做一寡吼，这个准备啦，就是要因应着讲吼，这回这个过年吼，大家会转来这个人吼，安怎来去做一寡这个防疫这个部分吼？咱嘛看到讲吼，其实这个1月15入境的这个客家检疫吼，你就是一人爱1户啦吼。这个国外共同生活，也是讲吼，同时阵转来到台湾的，你会当吼，若是这个有亲情关系，还是讲亲属关系啦吼，主管机关核定了后，会当共户来去做检疫吼，你就是讲伫咧国外，恁就是共处开啦吼，所以做伙转来拢会当做一个共户这个检疫，但是你爱先去做一寡这个申请啊，核定了后才会使。另外咧嘛是讲这个防疫旅馆吼，其实已经嘛爱做一寡吼全盘的这个检讨甲检算啦吼，咱讲吼3600间啊，未来吼咱讲吼爱按算爱有1万间，安尼较济啦吼。另外咧咱讲吼，伫咧过旧历年吼。这个新年啦吼，2月14吼，甲过年暝吼，这个部分咱们看到讲防疫旅馆吼，是毋是有够嘛？真做是真重要这个焦点啦吼。咱们看到讲，是毋是会当落实到伫咧各县市防疫旅馆这个调度吼，确保安怎？转来到厝的吼，咱讲吼，客家检疫拢有这个防疫旅馆通好大啦吼。啊，目前咱去甲算起来，1500间的这个集中检疫所吼，内底有947间是去互订走，也佫有空房啊。但是安尼算起来嘛无介济咧吼。所以这个部分啊，佫有啥物款的这个吼建议，互政府咱佫继续请教这个主任吼。伫咧防疫旅馆也好，还是这个集中检疫这个部分，咱这个部分爱佫安怎去做无？因为进前敢若有发生一个是。迄个德国人传染着是吼，所以我是感觉防疫旅馆这伊的迄个算讲因的一个管控的设施吼，还管控的迄款个规划吼，还有足严格啦。啊无吼，你嘛是共款会去互相会去感染着。吼，譬如讲你的迄个行的路线吼。啊，你讲送迄落，送这个餐的人，迄款路线吼，你若无规划好，啊，甲收本数的，这个若无规划好，你若讲啊，一个人去送，我想说收本数，啊，你要省迄个人工的时阵，就风险就出来啊，风险就出来了对，所以这嘛是爱迄落。监督，因为因旅馆的人是较无了解这个公共卫生这方面的这个咯，吼，所以咱迄落指挥中心这边嘛是爱，迄落有算讲，派较侪人起来训练一寡人，讲你爱安怎做，安怎迄落行吼，才袂去迄落互相去，敢若等于共款你交叉感染的这个问题发生嘛？有影啦吼，所以咱嘛看到讲吼，真正这个过年时啊吼，大家拢爱特别来注意啦吼。尤其咱看到吼，这个西方国家啦吼，因过新年的时阵，都是疫情清悬这个时阵，千万台湾伫这个时阵爱防好好势啦吼。咱嘛看到讲吼，全球伫咧这阵已经破9000万啦吼，咱这个部分是看到讲啊，真正这个数字伫咧秋冬过了后吼，因为这个病毒的这个变异吼。更加惊人，咱等下嘛好好讲到这个病毒的这个变异的这个部分啦吼。啊，全球死亡的人数嘛，差不多变200万，即阵来到194万外啦吼。致死率是2.14%啦吼。其实咱看到讲过去防疫真好的这个欧洲国家德国，现在即阵会遮尔严重吼，这个死亡人数嘛已经破4万吼。未来几周搁较艰难。另外，美国就搁免讲啊，是世界第一，咱过去讲过，伊即阵是这个1/4拢是确诊的这部分，全球拢是互因提起啦吼。所以这部分咱嘛看到讲，尤其严重的这所在是倒位？伫咧 California， 伫咧加州遮吼，致命一礼拜吼，这个咱讲拜6甲礼拜吼，敢若加州尔。都突破3万的人，有惊人无？真正惊人吼！但是咱嘛看到讲这个疫情的这个起源地哦，咱看到这个中国，即阵毋是武汉，即阵是这个河北省吼。啊，其实嘛有真侪人伫咧这个媒体上吼，看讲啊，有一个迄个公安啊吼，也是一个大官吼，干部伊就抹挂喙炎，就住伫这个河北吼，赵家
饲啦吼，伫遮吼，啊，佮安尼拍照吼，向这个影片拢播出来。啊，另外吼，检测这部分哦，1300万人吼，有364个确诊，啊，本土案例嘛真济啦吼。先来讲到这个中国这个部分吼，这个人民书嘛看到讲，其实这个河北省吼嘛，敢若亲像这个咱讲过去这个武汉共款啊，要讲吼，你安怎看？对啦，所以讲。较早中国拄啊开始就足严重，啊落尾有一段时间，因讲拢无啊，是，拢无了，即马佫有啊，佫有啊。所以其实我相信，当然一方面即个病袂遐简单控制啦吼。第二方面，可能中国有一寡伊的统计数字吼，袂当伤相信的啦。是。啊，当然因为你。中国对伊来讲，伊嘛工作者拢是对外国入来的，哦，因为中国嘛足侪人出去国外转来嘛，所以真正是一摆看，这过去咱来讲吼，这咱讲瘟疫吼，就是讲那个乌死病迄阵共款，这也是过去较早迄个时代，中世纪的时代，我看咱即摆毋是干那死什么200万人啊，咱可能死毋知偌济人，规个人口毋知要死一半，嘛有可能的代志啊，还是当然是咱这个21世纪。咱的医学较发达啦，所以咱较了解这个病，咱会当发明药物，会当发明这预防射，所以咱的死亡率袂遐悬啦吼。但是全球的死亡率2.14%啊咧。是。2.14%看起来敢100个死2个，敢无讲介济，但是全球的人口偌济人，你安尼算起来嘛袂少人啊咧。是。所以过去中世纪有当时一个瘟疫来。可能一半人口无去啊，但是即摆较袂使安尼一啦。哦，这来可以讲一半人口拢无去啊，咱台湾嘛毋知要安怎过去啊。啊，这个病，你看，敢若这个病毒，佮变来变去，啊，歹控制也是安尼，啊，佮无药物通治，也是一个问题啦。吼，无药物通治啊，这病毒佮变来变去。所以有当时啊，真正是真歹看。咱这预防射到底有效果无效果，还佫食病咧，还佫爱佫考验咧，还佫观察一下。啊，但是世界各国拢遐严啊，甲台湾吼，讲台湾即摆死亡率无到1%。是。咱目前的统计无到1%。所以咱台湾算控制了真好啦吼。啊，咱重症也较袂遐济。咱目前是800几个尔嘛。是。啊，你看，敢若美国加州，你看讲一日3万人。一日3万，哇！这实在是，毋过加州嘛是，我会记嘛几千万人的哦。是啦，伊这人口数。人口数嘛是几千万人，所以美国是一个医学的大国咧。伊的医学算足发达，咱足侪医生拢爱去美国进修的呢。啊，结果伊安尼，你看参加呢，遮严重的代志。啊，但是有人讲亚洲人是毋是身体有一寡抗体有一寡抵抗力，加迄个。欧洲、美洲的人无啥共款，所以咱的重症的病人较少，死亡率较少，嘛有可能因为人哦体质讲实，亚洲人的体质甲欧洲人、美洲人的体质佫无啥共款，白人的体质甲咱这黄种人体质佫无啥共款。啊，咱是毋是咱有一个特别的体质，嘛是有可能啦。讲实，本来人类就是种一个种，有一个特色伫的嘛。有一寡病伫白人较济，有一寡病伫。亚洲人较济嘛有啊，是，所以人有800种，这嘛是好处，安尼人较袂讲完全一只就无去啊。啊，有影啦吼。继续咱嘛来看到讲吼，其实这个日本这部分吼，咱嘛看到讲这个新型的这个变种的这个病毒吼，嘛有这个英国种啊，还是讲南非种吼。咱嘛看到讲东亚都伫咧11吼，这个部分吼新增加1219例吼确诊吼，啊连续7天是超过1000例吼，啊这嘛是其实有这另外一个较小报吼，咱讲吼是较这个较毋是遐主流的这媒体有讲吼，可能东京奥运会停办吼，但是这个部分咱搁爱好好来看吼，可能会停办尔，但是这毋是正式的这个官方这个消息吼。另外咱讲吼，这个印度累积已经超过1040万的这个案例来确诊吼，嘛是敢若吼，咱讲吼，这阵伊是第2名，然后咱讲吼超过吼15万来死亡吼。咱们讲吼是全球第2严重的，嘛有超过1000万名这个致病这个患者吼，已经好啊吼，所以这个部分嘛虽然吼这是一个好消息啦吼，虽然致病率真悬，但是这个好啊吼。另外咱们看到葡萄牙吼总统11个这个时阵嘛确诊到这个武汉肺炎。取消所有公开的这个行程伫咧吼，这个部分家己去做一寡这个自主的管理。另外，英国吼是逐位这个成年人吼伫咧秋天进前吼，拢爱
去注这个预防射吼，这嘛是英国史上规模上大的这个预防射来去注射这个行动吼。那么讲吼，这个过去真正咱顶回嘛讲过吼，欧洲国家也好，也是一寡这个国家吼，因认为讲吼注这个预防射是对人体是无健康，但是因为这个疫情，因必须要去去拍然后去注这个预防射吼。这个院长你安怎看咧？咱嘛讲吼，因为咱看到讲，这个病毒是哪变哪紧，哪变哪恐怖啦吼。你安怎看讲，这个预防射一定要做，尤其咱讲吼，这个公共措施一定要有啊啦。如果若这种预防射是真正有效爱做啦吼。我当然是赞成做，但是你的效果，哪个无确定，还是讲迄个毒性，啊个无多通保证无，安尼话吼。要叫咱的国民来注这个预防射，我家己感觉家己怪怪啦。所以，我的建议就是讲，互别人先注看卖咧。注英国、美国先来注看卖咧吼。若讲无问题啊，真正有效，咱才来考虑。是，有影啦吼。啊，继续搁请教主任啦吼。咱看吼，这个病毒的这个变异性真济啦吼，所以咱等下嘛好好讲到，咱讲吼有4种这个变异株，唔拿4种吼，但是主要吼差不多4种啦吼。但是这个预防射这个部分咧，咱讲英国已经开始是这个全球第一的吼，美国嘛是小连续，买手咱嘛讲吼，这个去年这个12月30的时阵，迄当阵已经买这个3000万剂吼，今日但是都嘛是搁狂问着讲吼，这个预防射到底吼这个处理的这个方式啦吼，你安怎看咧？若是要迄落徛在即个安定即个人民的即个心理吼，我是感觉这是一个足好的迄个措施啦。是。啊，若是要徛在讲有效无效，我是要徛在即个考虑的，也是有疑问题的啦吼。因为这想个仓促去做出来嘛，迄落预防射吼，我是感觉。也是要观察一段时间才会知影啦，是效果是有也无啦，无，但是我是感觉讲，咱若唔好伤酷势讲有预防射，咱就安啦吼。也是我是感觉上重要，也是个人的迄卫生习惯，也是爱较养成起来，才有较好啦吼。你讲你咯。你像迄款了，因欧美的、迄落欧美的即寡人因都迄个习惯就是就是即摆看见着就要针，就要迄落吼，这就是迄落违反咱即个迄落即个防疫的措施。有影啦吼。虽然看来讲吼真济，这个部分吼，最近吼嘛有一个观察，就是讲看到这个路里。挂肺炎的人是真济啦吼，因为咱讲吼，迄当阵佫出现这个本土案例，过年时大家佫一概来呼吁啦吼，最近是因为较寒吼，大家这个肺炎是挂起来，毋是干那囥伫遮吼，是因为要冻寒，但是咱讲吼，冻寒佫冻病毒嘛是真正好用啦吼，所以大家肺炎也是袂当吼放弃煞啦吼。那么讲吼，武汉肺炎即阵吼，讲到这个变异这个病毒吼，差不多咱讲有这个4种吼，咱等下嘛有另外这个图表来看吼，这个部分咱先看了讲吼，伫咧2020年。伫咧去年啦吼，这个2月时阵研发出这个变异株啦吼。第2种是这个2020年10月吼，Denmark吼这个水貂感染的这个变异株。第3种就是英国这个变种的病毒吼。第4种是这个南非的病毒的这个变异株啦吼。另外，咱讲吼，这个英国变异株，还是讲南非的这个变异株。传播优势可能真正是未来主要这个流行株啦吼。头拄其实这个林秘书已经讲过吼，这个病毒其实的这个竞争吼，到底我安怎转化落来吼，这是病毒吼，因要传落去的一个方式吼。但是咱嘛爱去做一寡这个应用吼，尤其咱头拄嘛讲到这个预防射，有可能啦吼，即阵咱讲所有的无法度对着因遮这个变异株的骹步，你安怎看咧？其实我对这个病毒我是较乐观啦，安怎讲咧？不经天敌，适者生存嘛。是。所以病毒要生存，伊得爱发展出什么物件出来？伊发展讲，我传染给人，这个人袂使受严重。伊若莫受严重，莫随死去，伊就有时间继续传染给别人。伊若继续时间传染给别人，这个病毒才会活咧。假使伊传染给这个人，这个人马上死，病毒嘛死去啊。对伊来讲不利啊，所以伫这个物种天敌的这情况之下呢，比如受严重的病毒，迄个病毒会转翘去。OK。
啊流出来迄个流来的病毒咧，流入世间的病毒变成是较温和的病毒。我传染互你，你莫死，我就袂死。吼，你若死，我嘛死啊。所以我若传染互你，你袂死，你搁利用这个时间，我搁传染别人。啊，我这个病毒就愈来愈济，愈来愈济，我就活伫这个世间，我就袂消失去啊。受严重的病毒就无去啊。啊，所以你看咱目前的死亡率呢？对，较早你看武汉肺炎拄啊开始时，你看偌严重，中国用拖拉机载尸体去火葬场烧啊，烧到安尼火葬场拢一直咧清烟啊，烧到无够人烧啊。你看即摆有迄个现象，较无啊，较无啦吼。哦，所以咱即摆死亡率呢，较早我会记拄啊开始的死亡率吼，要较10%呢。是。你看即摆统计起来变做2.14呢。啊，随从台湾来讲，差不多无到1%呢。哦，所以我是讲较乐观啦。啊，当然。这个预防车要做唔做哦？我说预防车有一定的效力啦，所以对大多数啦，尤其是你电话较少的、较老的人吼，你本身有病的人吼，你上好是做啦。啊，你若少年的，伊有可能唔做哦，因为伊对着我嘛拢轻轻啊，我轻症，但是少年的做吼是咧保护一寡老的啊。OK， 哦，所以你袂当讲我莫做，我对着我嘛无代志，所以我不爱做。但是你不爱做。有可能你的亲人就是互你传染，就会就是这个风险群啊。对啊，有影啦。所以嘛是尽量是爱做，当然世界上哦，无迄个讲发展出来，干几个月就咧上市，就咧开始咧做的啦，迄个利用下，这是这个特别的时阵才有安尼咧做啦，因为实在是传染太严重啊，无法度啦，所以咱这种特别的测试，就讲哦，你来第2期的啊，你来会使第3期，小可用者会使啊，好啦，互你做，互你做，啊，若无死的人可能搁较济嘛，是，啊，所以这嘛是无法度的代志啦，当然来当讲较久较早哦，要发展出一个医用车。10年嘛无算长啊，甚至有20几天拢有啦。10年嘛无算短啊，抑佫有当时佫较久都有啊。因为你爱试验，甲无拢无问题。啊，若无你共煮咧一个死的，你赔了，你公司可能倒大，你有可能会倒大。有影啦吼，所以继续佫带观众朋友来看讲吼，这个预防车这个部分吼，咱过去嘛有一个5万的，但是吼伫这进程嘛是佫讨论到咱讲吼，这个变种这个病毒吼，头拄咱讲吼，这个可能是南非种，还是讲英国这个变种的这个病毒吼，可能是未来传播大流行的这个部分吼。啊，但是咱嘛看到讲吼，这个变种这个时程吼，咱佫一概来回顾，然后2020年2月时阵吼，迄当阵吼D614G 啦吼，这个突变种啦吼，尾手就变成这个主要传播这个病毒的这个类型。另外2020年这12月14号，这个英国向这个世界卫生这个组织来去报告讲吼，这个 VOC 啦吼，这个202012月11啊，这12月7日吼，这个咱讲吼 B117啦吼，啊伫咧南非12月18，南非吼佮检测到咱讲吼新的这个变种或者是 N501Y 啦吼，另外这个日本的吼，亲像咱这个卫生福利部这个部分吼，自巴西到日本的这个旅客内底看到讲有4名确诊的查甫的甲查某的啦吼，啊检测出这个英国甲南非全型的这个变种的病毒，都是咱头大顶2张吼，这个部分来看到吼，真正这个病毒佫会当英国甲南非的佫产生一个全新的这个病毒啦吼，啊另外有一寡这个较怪的这个现象是啥物？咱讲吼，这个一个英国61岁吼着癌的这个病人吼，本地预防诊断出有这个武汉肺炎这个部分吼，住院11天了后，这个症头得到缓解吼，4个月了后去检测发现这个体内伊的这个咱讲有这个癌细胞也是肿瘤的这个部分拢总消失去，甲这个肿瘤这个相关的数值嘛降到90%以上啦所以有人来讲，是毋是即阵佫得这个武汉肺炎？会治疗这个癌症，敢有这种例咧？真怪的现象啦。我是无要相信。无要相信。因为这淋巴癌这种物件是看全身躯的呢。因为若对于药的反应足好的人吼，只有差不多用1、2个course的药了，就会全部都无法拢完全好去。可能这个人已经有做化疗过啊，爱去得到这种物件，所以以为讲是这个武汉肺炎去互伊病好去，我相信唔是安尼啦。唔是安尼啦吼，所以我相信主任嘛唔是安尼看的无？无认同啊吼，就是讲吼，伊咧可能这个治疗的这个期间吼，咱讲吼，因为这个癌症，伊所爱去做一寡这个化疗啊、起毛啊等等这个措施啦吼，所以吼，甲这个吼，咱讲癌细胞的规个吼素质拢消失去是无关系啊，无直接的关系啦吼。
林秘书咧？我的看法是，佮小可有一点无完全共款的所在。OK。因为咱过去吼，咱要增加一量的抵抗力，有几啊种方法。注病毒入面嘛有。过去有一种办法就是，甲注一种叫做细的预防针，叫做 BCG。是。较早有一个日本人有发了一个年鉴疫苗，迄就是啊，我甲注一种，那是迄个有霾菌的物件入面了，啊你身躯的抵抗力讲哦，这有得人来啊，我的抵抗力爱个发展出来。啊，这发展出来了，有当时是毋是手术把这个癌症的细胞手术甲抬死？有可能啊，当然，迄个医用车的发明零件，迄个医用车的发明无讲介有效，所以即摆嘛无啥咧采用啦。但是对这个抵抗力的问题吼，咱人啊抵抗力好，咱有可能甲癌细胞甲抬死，这是有可能的代志。是毋是讲这个不管迄个病毒击败身躯了，咱感觉咱的抵抗力本来是较平常的代志，啊，看到一个敌人入来，开始佮发展较强的抵抗力，手术要甲抬，这是有可能。我当然毋是讲一定是的，我是讲有这个可能性啦。啊，当然这爱有科研啦，你一个案例，袂当讲这就是一个现象，袂使安尼讲。尤其咱看第二个吼，英国，赶快伫英国啦吼，嘛有医护人员吼，3礼拜前拍过这个 Pfizer 这个预防针第1剂，但是英国政府。然后，互伊第2剂，结果伊3礼拜治病，所以这嘛是共款嘛吼。你去拍啊，但是伊讲爱拍2剂，啊是讲2剂以上的这个部分，啊说互伊这个治病吼，这个部分嘛是介奇怪吼。所以咱讲吼，这是武汉肺炎病毒吼所产生的这个怪这个现象。另外，这个 FDA 吼美国嘛伫1月7日来发表声明讲吼，提市场医师检验署甲医护人员吼。一寡这个检测吼，可能无法度发现讲这个传染力吼更较强的这个变种病毒吼，有影啦吼，因为咱讲吼，这个病毒的这个变异性真正抓无一个准，连这个日本拢个会吼，可能这个英国的这个病毒甲南非个结合啦吼，所以真正爱好好来防吼。但是咱嘛讲到吼，全球吼，即阵看了遮严重，台湾吼。是还佫算是模范性吼，但是咱讲今仔日佫有出现2个这个本土案例，爱佫特别来去谨慎，特别来去盯紧啦吼。上尾咱佫请教吼，这个院长吼，咱等下佫看另外一张图表吼，伫咧进前我佫先请教你啦吼。咱讲吼有这个怪现象吼，但是咱讲台湾也无这个怪现象吼，所以阻挡这个所有的这个物件吼，咱佫爱做啥物无？还是甲以前共款了，方式啦。希望大家较谨慎，但是莫惊吓。是啊，每工戴好口罩，啊，定定洗手。啊，只要咱国家莫去外口的人入来，阻绝境外。是啊，咱自然就放心。阻绝着这个境外啦吼，这个境外大挑战，咱讲吼过年时啊。特别到啊，咱讲阿妈仔就是12月初啦吼，要过年，佫剩1个月啦吼，所以真正爱防好势。尤其咱头段嘛讲过吼，这回咱佫新增加这个4个病例，有2例是咱讲本土啦吼，啊2例是这个境外。啊，本土的这个病例是因为这个医护人员为着要照顾到这个重症的这个部分啦吼，所以咱嘛看到讲吼，其实有真济措施，咱嘛佫一项来甲观众朋友来说明啦吼。咱今仔讲到是这个838例这个案例啦吼，这个医师有确诊，啊尾仔传互这个839伊的这个女朋友，所以咱讲吼有这个院内感染，嘛有咱讲社区的这个感染吼，所以咱头段嘛讲到3个这个所在吼，咱头段讲到这个 shopping mall 也好啦，还是讲吼你要去啉咖啡的这个所在，拢爱特别来去注意。另外，咱嘛讲吼，有真重要这个措施啦吼。咱讲吼，这个大院病人敢若会使出去，袂使入来吼。咱佫有39名这个医护相关人员，吼，即阵都爱徛家检疫、徛家隔离啦吼。啊，门急诊是照常，但是我相信即阵吼，有个人嘛是吼，唔敢佫去啊吼。但是这嘛是咱佫爱强调一解。这对于这个所有这医护人员来讲吼，咱佫爱甲因感谢吼，因伫即回这武汉肺炎对抗的这个时阵吼，因真正付出真侪这个心力，所以千万吼唔通佫有听讲啊，什么这个佫有不爱互这个医护人员去倒吼，这千万唔通啦吼。另外，咱嘛讲着吼，取消所有这探病。陪病吼是命啦吼，性命济。另外咯，移动相关的这病患甲这个个人房，咱头头嘛讲过。专营这个员工吼，爱伫3天了后，各一届来采检吼。所以透过这个部分，咱嘛各一届吼来去检视讲吼，专职的这个病院吼，有可能就出着这个4甲差。普通的病院吼，面对着可能过年这个时间吼，咱讲吼真正这个病毒吼安怎伫国外转来？虽然咱有围堵境外，但是发生什么代志拢唔知。但是这个普通病院，唔是专职病院，相信嘛有这个防护能力吼。继续咱个请教这个主任吼，一般病院嘛是爱特别来注意啥物无？
以前一般病院吼，上惊的就是第一线急诊的人啦吼。急诊吼。哎，对，因为迄落毕竟咱少年人吼，因较袂迄落发病嘛。所以你若到迄款了，有时小可感，迄款安尼有迄款发烧啦，咳嗽的即个镜头的时阵，因去大部分拢会互人当做医生当做是迄落感冒落去治疗嘛。治疗伊有的人就好去啊，抵抗力好伊就好去。所以这方面我是感觉讲，尤其即个趁即个时机吼，是毋是像同迄方面？也是倒位迄落吼，会当做一下迄落普筛一下，伫过年前吼，大家小较安心一下。只是虽然大家有人无赞成啦，但是我是感觉吼，有时啊，咱若做一下迄款了较规模较大一点的这个普筛吼。譬如讲是特殊的这个人员，是讲这个地区。即譬如讲吼，即摆即个。毋是北部，无需要遐大。比如讲，即两个吼本土的，伊行过的所在，咱莫讲干那迄个接触过的人才做。比如讲，伊咧大卖场迄落，迄部迄区啦，迄区的人，我会当去做一下普筛。但是伊当阵嘛有讲过啦，吼，就是讲若是普胎，可能有即个伪阳性还是伪阴性这个部分，这安怎去解决的？就是讲。这是一个学术上的一个迄落普筛，毋是要讲针对讲一般民众的一种普筛，就是讲咱先普筛过，确实有正确有几个，若有异样性的有几个，异阴性的有可能无？只是做一个学术上的即个迄落算讲采检一下，对啦，采检一下，这后摆过来要安怎做？因为过来就是过年啊嘛，是。你过年的时阵，人愈来愈多啊。你若讲按英国转来美国即马全世界拢咧都咧好，拢咧烧的时阵，敢若咱是算讲无去用点着，也足安静的所在，也足安全的所在。你若讲即寡人咧入来的时阵，我相信你咧迄个鼻孔可能会。不管是拢有可能，然后去逼出来。是啦吼，有影啦吼。虽然看到讲，即阵台湾吼，真正会当控制伫咧1000以下这个确诊数838吼，嘛真正爱感谢着做咧所有这个医疗人员吼，尤其咱讲基层嘛是真正辛苦啦吼。头拄咱讲就是这个专职病院、一般病院，其实基层的这个部分吼，今仔林秘书嘛是代表所有这个基层医疗人员啦吼。这个一般的这个诊所咧，特别爱去防护啥物无？对，其实阮基层的是第一线。我说我咧看病，发烧的你敢袂当讲无甲看？你这扫的流鼻水敢袂使无甲看？嘛是咧看。是。但是阮若看到，阮若看到有怀疑的，阮就甲送去病院做采检嘛。是。所以陈部长较早咧讲阮这，因为阮咧看病较俗，伊咧检验较贵，所以吼，咱台湾好伫讲，咱有基层讲，反正咱200-300块就甲看临床甲采检，那就临床采检共款。咱200-300块就当甲看过，有成无成吼？基层医师有即个好处。你外国要看一个病人，无遐简单的。你遐药等下偌久才会当看一个病人，所以因是安那买遐侪人采检，公园边就咧采检，路边就咧采检。因采检，你看采检的费用爱偌济钱，对无？咱台湾采检费用6-7千块啦。但是看一个病200-300块，所以你看一个病比采检较俗济俩。所以咱不然保留讲，咱有这基层咧，甲当第一线，阮讲这是人肉盾牌，我讲我是南排盾牌共款啦。因为阮普通人怀疑，你看几个案例是诊所出来，诊所甲先怀疑开。是，你看咱的一个群感的磐石剑，迄嘛是诊所医生，看到这无着势哦，这无共款哦。是，你爱检验，爱抓着的。嘛，佫有别个是拢安尼抓着的，所以。我讲阮基层，但是因为阮安尼，阮嘛是有伤真重咧。阮为着迄个，你看进前安尼，为着这个病情吼，足侪诊所强要倒大去。OK。因为无病人啊，但是你一个病人对头到尾爱挂谨慎，你爱甲看。有当时
伫个诊所外口，你得爱先甲问东问西问之啊，问你啊入来了，你过一关，卡片查了，看有出国无？有出国无？有含什么病人有接触过无？是。第二个入来佫看看，有成无？这会使看病，你看，你病人嘛惊到要死，唔敢入来，但是有来一个病人，我来遐严格。是。病人个请的病人拢，你请的员工你也袂使甲洗头路啊，照纳啊，但是无收入啊，是所以阮有当时咧要求讲，这个部长爱甲咱保障，讲的病院嘛足艰苦的，我感觉病院嘛爱有一个危险的一个津贴爱互人啦。有影吼，所以咱讲武汉肺炎已经一冬啊吼，咱讲吼真正，这个所有医疗人员拢是非常辛苦啦。用性命咧拼咧，用性命咧拼吼。这回因为这个吼，可能是这个伫咧隔离病房吼，治疗病嘛是真正吼，使人艰苦的一件代志，但是咱相信吼，咱讲这个医护人员吼，拢会好转吼。今日嘛感谢3位来宾吼，来做伙过来关心咱讲吼，这个本土案的这个部分吼，咱讲是安那吼，伫咧这个部分有出事角差，咱讲嘛是危机，就是这个专机的这个部分吼。毋茫讲吼，咱伫咧防疫头顶吼，会当做较较较较正的吼。今日非常感谢3位来宾，我感谢乡亲美食馆，咱马上再会，感谢多谢。